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川河，欢迎搁来到目屎 Watch。这是一个为台中发声的金融粉的节目。衷心希望咱会当用母语讨论国际大事。咱知影金融市场的操作分做足侪派，有基本面、线图形态、技术指标，林总总百款。毋过最近上流行的是看川普总统的推特伫操作股票，伊画阵，咱做伙阵，一切风险拢毋惊，只是毋知影川普投资顾问是毋是有包带进带出。这张图，美国股市的大盘指数 S&P 500，这是一个以美国前500大公司为成分股设计出来的指数。咱对指数线图就会当看出，顶个月4月9号，川大的化进股票，指数立即落侵反弹。这个月5月8号，川大的搁化进股票，股市上会着高共款直起。这礼拜重要的新闻有：拜一，美中关税停战90天；拜二，消费者物价 CPI 反映通货膨胀降温。拜三，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蘇門答應川普總統要投資美國1條美金。拜四，零售銷售比頂個月單增加 0.1%， 反映成長8萬。拜五，消費者對未來一年物價走勢的看法，根據調查是去 7.3%， 這到底是毋是有物價跌破的現象？根據美中聯合聲明，美國將今年4月，就是頂個月，對中國商品加徵的關稅，對145%降落來30%。另外一方面，中國嘛對美國商品加徵的關稅，對125%降落來10%。新措施有效期間為90天。重點是中國答應美國會拆除所有非關稅壁壘，全面開放中國市場。美國勞工統計局拜二公布上新的物價報告顯示，4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年增 2.3%， 為2021年2月以來的上低。物價落來的主要原因是非必要性的消費者需求8萬。通貨膨脹的數據公布了後，市場對Fed降利息的態度升溫。利息機會市場預測，Fed上早可能伫9月開始降利息，全年的可能上最降2屆。美國商務部拜4 15號公布上新的數據顯示，4月零售銷售金額比頂個月若增加 0.1%， 和3月 1.4% 比起來大變少，顯示正前因應川普政府的關稅執政，提早購買的效應慢慢在消退，消費動能明顯放慢。根據密西根大學的消費者調查發現，消費者信心指數對年初就一直落，落到9月只剩 50.8， 互大家在看未來經濟的成長攏看甲霧煞煞。另外一方面，消費者調查報告內底有問消費者一個足重要的問題，就是問伊未來一年物價會起幾%，結果平均起來數字呢是 7.3%，
这个数字是一个足惊人的数字。顶个月就有人伫质疑这个民意调查的消费者宣布是毋是拢是民主党的？看川普大个共和党袂爽，所以拢大伊讲一个足悬的数字。这礼拜费城半导体指数起10%，非投资等级美债起1.3%，美元指数起0.7%，油价起2.8%，黄金的落3.7%。费城半导体指数拜一因为美中关税战暂停90天，大起7%。加减拜二 CPI 通货膨胀降温，市场吹降利息的风，互高风险的费半阁起3%，规礼拜落来总共起10%。美债部分。咱来看到美国10年期利息，这爱先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利息起代表美国债券的计价率，所以咱看到拜一美中关税公布了后，10YY 一直飙到4.53，代表足侪人卖债券去买股票。美国债券的避风险的需求降低，规礼拜落来，10YY 这礼拜收伫4.43，美元指数拜一因为美中关税停战90天，降低经济衰退，需要降利息的风险，互美金大起。毋过，隔天公布 CPI 物价报告了后，发现通货膨胀降温，费德有可能嘛会降利息，所以拜一起的部分吐一半转去。规礼拜落来，美元指数是起0.7%。油价部分，因为美中同意暂时调降关税，反映石油需求增加，油价大起。毋过拜四传出美国和伊朗将达成合作协议，反映石油供应增加，油价大落。规礼拜落来，油价是起2.8%，收伫62.8块。黄金顶礼拜才讲伫3300有一个支撑，结果即礼拜大家拢冲去买风险悬的股票，互黄金直接掼破3300，收伫3204块。短期内，市场情绪会陆续伫通货膨胀降温、和经济成长放慢之间找找 balance。投资人爱留意传大的到底有讲啥物话，和关键的经济数字是安怎伫变化，以调整投资组合内底的资产绩效波动。最后，感谢各位的收听，后礼拜再会。